歐聯8強首回合，阿仙奴主場對皇馬。阿仙奴正選終於同時出現馬天尼利同埋薩卡啦，有望可以解決進攻便秘嘅問題。而皇馬中後場仍然受傷患同埋停賽影響，華維迪要客串右閘，39歲嘅摩迪正選中場。咁我諗賽前甚至阿仙奴球迷都冇諗過阿仙奴可以大勝皇馬3-0嘅。咁我哋就落場睇下發生咩事啦。咁皇馬防守時候呈4-4-2，維尼斯奧斯、麥巴比任雙箭頭。比寧咸、洛迪高分別為左右中場，係常見嘅4-4-2防守陣式。而阿仙奴進攻嘅時候，繼續將左閘史基利內切到中場，同湯馬士形成雙中場。咁吸引到洛迪高上前嘅時候，迪勤懷斯再升上一格去到左邊 half space， 聯同另一邊嘅奧迪哥特、第9號美連奴試圖 overload 皇馬雙中場。咁所以皇馬中前場防守嘅時候會形成2-2-2。最前兩個會防守阿仙奴雙中場啦，逼阿仙奴往兩邊發展，然後兩邊中場會企喺中間遮住兩邊 half space， 同時捕捉住前邊兩名中堅，雙中場則喺後面根據對方發展方向左右移動補位。咁前提就係皇馬防守呢，就需要先集中中路，阿仙奴兩名進攻中場呢，就可以進一步拉闊去打皇馬兩邊啦。奧迪哥特成功離開比寧咸遮線範圍，就可以持球長驅直進。但係同時，皇馬係成功引導你去到邊路嘅時候，4-4-2就可以有4個球員喺邊路布防，困住你喺邊路。咁呢個就係皇馬預期嘅防守戰術啦。咁然而，大前提係前邊兩個要做好引導嘅工作，因為當俾湯馬士同埋史基利喺中場攞到波嘅時候呢，加埋壓前嘅迪勤懷斯同埋墮後嘅美連奴，皇馬中場頓時被形成 overload。當洛迪高上前對史基利，迪勤懷斯會立刻現身，試圖喺邊路形成2打1。咁呢個時候，皇馬中場必須橫移去補位，同時見到阿仙奴中場完全包圍住皇馬中場嘅，好似猜緊馬騮咁。咁阿仙奴雙中場去到禁區頂都完全冇壓力嘅，維尼斯奧斯、麥巴比都冇意思去施壓嘅時候，壓力就轉移去中場啦。咁究竟對唔對出去好呢？幾時對？邊個對呢？咁洛迪高見狀立即對出去啦。咁但係卡馬雲加身前有湯馬士，身後有迪勤懷斯，咁所以佢都定咗格，唔知點樣做嘅。咁迪勤懷斯一下走身後就空晒啦。咁同時疑惑點解皇馬防線會有咁大空位呢？中堅阿申斯奧會唔會太至中呢？咁4-4-2嘅2對逼搶嚟講呢，太重要啦。維尼斯奧斯、麥巴比難以同時擔此重任。咁例如呢球阿仙奴喺後邊組織，維尼斯奧斯選擇逼向中堅沙列巴。咁樣做嘅目的當然係想逼沙列巴繼續向邊發展傳俾添巴啦。咁所以同時佢有望向比寧咸嘅方向，但係問題係奧迪哥特墮後一格，令比寧咸處於一個1打2嘅狀態。後邊中場卡馬雲加仲未過到嚟支援。咁呢個時候發動逼搶係咪一個好嘅時機呢？隊友未到位之下，比寧咸兩個都逼唔到。奧迪哥特喺中間攞波之前呢，向後望到史基利，有眼神接觸之後，史基利有迎波準備。咁相反，身後嘅洛迪高冇會意，冇準備去緊逼。咁等史基利攞波先去逼呢，已經太遲啦。位置上、人數上好似形成咗一個包圍網。咁用上5個中前場球員，但實際咩都逼唔到。後邊得翻摩迪一個，面對迪勤懷斯同埋第9號美連奴，阿仙奴可以輕鬆突破皇馬前場嘅逼搶。摩迪叔叔雖然曾經係體能王，咁但係39歲嘅佢可以跑到幾多轉呢？咁相反，阿仙奴逼搶整體性就成熟得多啦。奧迪哥特先切斷對方向右嘅路線，然後慢慢進逼，再慢慢加壓逼魯迪加選擇。當魯迪加明顯只能向左邊嘅時候，阿仙奴防守球員就可以做好準備去俾壓力目標啦。咁見到薩卡、添巴都對目標虎視眈眈嘅，完全係 ready 晒嘅。咁所以當魯迪加一傳俾艾拿巴嘅時候，薩卡已經埋晒身噶啦，令到艾拿巴回傳嘅質素欠佳。奧迪哥特見狀呢，亦都立即向魯迪加施壓，逼佢再向後嘅。美連奴亦都起步準備再繼續進逼啦。一回到俾門將，阿仙奴雙箭頭都唔急於去加壓嘅，先封鎖古圖斯最近兩個選擇，令古圖斯唔敢輕舉妄動。
爭取時間再等隊友壓上 support。咁迪勤懷斯同埋馬天尼利已經 follow up 支援啦，最前嘅美連奴回頭檢查隊友呢已經到位，就發動逼搶去逼古圖斯。咁同時皇馬中堅阿申斯奧見到呢邊死晒呢，就指住對面海叫古圖斯轉邊嘅。咁但係古圖斯卻自投羅網，傳俾阿申斯奧。咁嘅情況之下，美連奴梗係唔俾你走啦，即刻封住你嘅回傳路線，逼阿申斯奧向前。然而向前兩個選擇都被封死之下，卡馬雲加見狀呢就嘗試走空位突破啦。咁但係奧迪哥特係有死跟卡馬雲加，唔俾佢攞波嘅。咁阿仙奴就成功困死皇馬喺邊路啦。咁剩低嘅空位就只有另一邊。咁所以湯馬士、薩卡見到華維迪想大腳轉邊嘅時候呢，都已經起動準備向前逼噶啦。前邊嘅逼搶做得好，後邊嘅隊友就可以更加容易預測到發展方向去預備啦。咁華維迪一傳俾魯迪加，個波喺空中停留時間太耐呢，令到魯迪加未攞到波，薩卡已經逼到埋身啦。中間嘅比寧咸亦都被湯馬士緊盯，魯迪加只能夠第一時間鬥俾艾拿巴。同樣壓力之下，質素欠佳，添巴有時間逼埋身，艾拿巴卻冇時間冇空間控定個皮球，想再鬥俾雲尼斯奧斯嘅時候呢，中堅沙列巴已經殺到啦。整個過程阿仙奴由低位防守，transit去到前場逼搶都非常成熟到位。咁所以大家都見到啦，兩隊嘅分別就係雙箭頭嘅紀律，一個喺最前逼嘅時候，另一個喺後邊包圍。美連奴都唔係亂咁跑嘅，喺有利嘅位置等對方行動，再進行收網。同上一球一樣啦，喺邊路形成人盯人。當華維迪成功回傳俾古圖斯嘅時候，薩卡想向前順勢去逼中堅奧迪加嘅。咁但係留意奧迪哥特嘅動作，佢指示薩卡先 hold 一下，咁可能剛剛整體逼咗向左邊，要等隊友埋位準備嘅。咁同時引誘古圖斯傳向唯一嘅選擇，一傳俾魯迪加，再俾壓力，身後嘅隊友都同時到位，魯迪加又只能夠回傳。當古圖斯攞波嘅時候，奧迪哥特、美連奴緊密聯繫喺中間等機會，而兩邊嘅薩卡、馬天尼利亦都唔會過早壓上，防止古圖斯可以直接長傳俾兩閘。咁整個佈置就故意放兩邊中堅俾古圖斯去傳嘅，只要古圖斯一揀，同邊嘅奧迪哥特就會去逼，美連奴就會收中間跟翻防守中場，而奧迪哥特嘅路線同樣係引誘魯迪加回傳翻俾古圖斯嘅，因為一回傳奧迪哥特就可以再弧線走位去逼古圖斯繼續往另一邊發展。對邊嘅馬天尼利心領神會，早已預備防守中堅阿申斯奧啦。而古圖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之下，只能夠向前大腳。阿仙奴成功回收控球權。咁就立即睇翻皇馬嘅雙箭頭。當雲尼斯奧斯想去捕拉也傳俾沙列巴嘅時候，根據阿仙奴嘅示範呢，麥巴比係應該先收入中間，唔俾防中位置攞波嘅，令到門將只能夠向兩邊中堅傳球嘅時候再進行收網。咁但麥巴比卻喺拉也傳球之前呢，已經向右走啦，一對前鋒分別向左走、向右走，拉也就直接從兩者之間輕鬆傳球打穿。史基利成功轉身之後，起碼雲尼斯奧斯呢有主動追翻嘅。咁但係情景題又嚟啦，湯馬士而家附近選擇都被 call 清單，理論上湯馬士最安全係回傳俾中堅。咁學翻奧迪哥特、雲尼斯奧斯係應該先盯住史基利，唔俾湯馬士向前，等湯馬士回傳，兼等埋麥巴比到位先向中堅施壓嘅。咁但係當湯馬士被緊逼緊向後帶嘅時候，雲尼斯奧斯已經起動向中堅去跑啦。咁整個動作就教埋湯馬士點樣傳啦，就係傳翻你嘅身後，史基利喺中間完全冇人看管，雲尼斯奧斯係完全冇理解過大環境就行動啦。咁最簡單，佢嘅拍檔麥巴比有冇準備好先？咁兩個呢完全冇聯繫冇溝通嘅。麥巴比係完全置身事外嘅時候，仲應唔應該喺呢個時間點發動逼搶呢？咁最重要係咩呢？係阿仙奴後場添巴喺場邊呢係仲未入場嘅，咁即係皇馬中前場已經打多人哋一個噶啦，都逼唔到，咁問題已經不言而喻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史基利喺左閘內切中場呢，令皇馬有啲無所適從嘅，一來令皇馬雙箭頭未能夠即時留意到佢啦。二來從左閘內切嘅時候，
迪勤懷斯會同時走到中場黑 space 身後，變相令到皇馬右中場洛迪高分心。如果洛迪高選擇退後，史基利就可以冇壓力轉身推進。咁可以見到阿仙奴3個人處於皇馬中場線後，令中場對唔到出去。美連奴嘅墮後亦都令中堅阿申斯奧猶豫不決，出定唔出呢？而迪勤懷斯就做翻佢最擅長嘅嘢啦，加速插入防線嘅虛位，然後卡馬雲加搶到個波，嘗試反擊嘅時候呢，最前嘅麥巴比同埋雲尼斯奧斯卻走到同一個位置，咁就得翻傳俾比寧咸。呢個選擇呢就太容易被預測啦。咁然後皇馬進攻最強嘅打法當然係左中右三箭頭啦，3個都具備 one on one 嘅能力，牽制到多名防守球員嘅注意，然後比寧咸趁機插入禁區嘅空位。咁然後皇馬進攻呢就係靠呢4條友噶啦，呢球皇馬一個反擊機會，三箭頭左中右進攻。咁整個過程嘅戰術呢就係俾你哋自己搞啦。由麥巴比中場攞波開始到而家過咗10秒啦，後邊中場呢係冇人後上 support 嘅，左右閘連影都未見。洛迪高再扭多幾下，俾到麥巴比啦。阿仙奴10個球員都翻晒嚟防守包圍個波啦。咁但係皇馬其他球員呢，勉強係見到摩迪嘅，艾拿巴喺左邊慢慢行緊上嚟。咁禁區頂呢啲危險位置係完全冇人上嚟 support 嘅，後少少支援嘅人都冇，咁證明皇馬球員今場嘅積極態度欠奉啦。咁攻不銳守不穩，阿仙奴兩邊進攻中場，將皇馬雙中場拉闊。美連奴喺前鋒位置走落嚟中間空位攞波，稍微有研究過阿仙奴啊，都應該知道呢個打法啦。近好多場都係咁打噶啦。咁美連奴都有回頭望下中堅阿申斯奧有冇跟嘅，然後阿申斯奧就攤開雙手問應該係邊個負責呢？咁而重點當然係最前邊嗰2個完全冇意思去保護中場中路啦。美連奴係可以喺中場中間輕鬆攞波轉身，咁阻住美連奴嘅呢，反而係球證。防守逼搶又係做啲唔做啲，咁呢球叫做到防守部署啦，逼到阿仙奴去邊啦，令到佢哋去唔到，要回後啦。咁呢個時候比寧咸應該繼續向天巴施壓，逼佢繼續向後嘅，而中間嘅雲尼斯奧斯就準備跟進向前進逼啦，準備啫。咁但係比寧咸收步，未有繼續跟進施壓，而雲尼斯奧斯就一廂情願自己衝咗出去。天巴可以冇壓力之下就轉到身啦。簡單講呢，就係冇 pass as a team。皇馬彼此呢都唔知你幾時逼，幾時唔逼嘅。一陣間我跑，你又唔跑，咁我咪好蝕底。咁大家係冇溝通嘅。卡馬雲加比力殺出嚟施壓啦，但麥巴比又唔理身邊嘅史基利，將呢個問題顯露無遺。咁前邊2個形同虛設，點解可以咁易俾人喺2個之間傳波呢？穿咗就唔追噶啦。然後比寧咸都明顯係 lost 咗嘅，淨係望住個波而完全冇留意奧迪加特嘅存在。艾拿巴輕易被形成2打1。然而皇馬唔係做唔到嘅，最前嗰2個逼到阿仙奴去兩邊嘅話呢，比寧咸又專心對奧迪哥特，雲尼斯奧斯又有收埋嚟遮一遮湯馬士，令到奧迪哥特只能夠向後。麥巴比又有一直留意史基利，雲尼斯奧斯又收翻入中間，阻止阿仙奴雙中場攞波，咁繼續逼到阿仙奴去兩邊。艾拿巴可以專心對付薩卡，比寧咸亦都追住奧迪哥特，避免被打 half space。咁薩卡內切嘅時候，起碼係見到雲尼斯奧斯呢係有行翻嚟，唔俾湯馬士咁易攞波啦，亦都令到薩卡 feel 到前面有人，唔敢再內切得更多啦。咁所以薩卡喺壓力之下冇選擇就甩咗啦。咁所以皇馬唔係唔識守，係班大帝唔知幾時先肯做嘅啫。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呢個防守畫面啦，之後就會有問題出現啦。咁上半場皇馬進攻大部分時間都俾阿仙奴限制住啦。咁下半場就將摩迪拖落一格，形成3中堅，咁大大減少阿仙奴雙箭頭嘅效用，兩邊中堅可以有空位向前推，咁改變咗進攻角度之下，可以傳球嘅路線就多咗好多啦。咁比寧咸可以再次揾到防線空位進行前插，而魯迪加亦都可以直接揾到比寧咸，一次非常漂亮嘅組織。咁如果洛迪高早啲意會到喺尾處等呢，就完美啦。咁皇馬就係有呢啲突然靈光一閃嘅進攻手段，
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同埋下半場啱啱出到嚟，係見到雲尼斯奧斯、麥巴比參與防守係多咗嘅。半場嘅時候，安察洛提應該都有提點佢哋嘅，有稍微跟貼咗阿仙奴雙中場。咁但係夠唔夠呢？又係另一個問題啦。基本上一過咗佢哋呢，就唔多跟噶啦。咁講真，用得佢哋就預咗要承受呢個問題啦。佢哋嘅反擊威脅好大，但係你唔能夠期望佢哋做到阿仙奴、奧迪哥特嗰種積極性，好難要求麥巴比係跟到禁區頂去防守嘅。其他隊友點樣填補呢個空洞呢？反而先係要解決嘅問題，而未必純粹要求麥巴比參與更多防守。咁所以今場史基利呢係可以經常冇壓力之下用波嘅。到迪勤懷斯射入罰球嗰下犯規呢，薩卡係喺右路準備內切入大位嘅，某程度上都係雲尼斯奧斯、麥巴比嘅不作為，冇貫徹執行防守阿仙奴兩名中場所導致嘅，令到皇馬中場中路形成真空，可以俾薩卡一路帶都冇人包夾。再回想翻頭先我話皇馬防守好嗰個畫面呢，就係有跟同埋冇跟嘅分別啦。艾拿巴被逼犯規，然後發生咩事大家都知啦。睇翻你話人場人數不足咩？其實都已經保護到應該要保護嘅角度嘅。當然事後孔明咁講，喺左邊加多個人當然更好啦。但係有邊個估到迪勤懷斯係 curve 得咁靚先得噶？加多個都真係未必擋到啊！落後嘅皇馬精神面貌立即崩潰啦。一個反擊，雲尼斯奧斯喺左邊持球推進，前邊得一個麥巴比嘅啫。阿仙奴整條四人防線都喺晒你面前噶啦，要直接俾到麥巴比，難度係有啲高嘅。當然可以抹殺呢個可能性啦。佢哋係有能力做到嘅。但係事實就係直接俾翻控球權對方。跟住皇馬重組防守啦，然後扮一打就穿咗啦。奧迪哥特輕鬆喺黑 space 轉身，睇得出皇馬頓時係有啲不知所措嘅。然後薩卡又一次大波內切中路啦，比寧咸死跟住佢，其實 OK 嘅，只要一路頂住佢，唔俾佢向前就得噶啦，逼佢回後。但係比寧咸都可能有啲急躁啦，主動出腳想搶，就俾到機會薩卡順勢轉埋身，臨尾比寧咸仲要拱到佢一下添。最後禁區頂又俾佢搏到罰球，兩球呢都係薩卡搏翻嚟嘅。呢球都冇咩好講噶啦，擺明車馬硬射死角，有勁度、有角度又有弧度，真係冇得救嘅。反人場可能都有啲影響嘅，但係有冇呢都入硬噶啦。奧迪哥特嘅反應話俾你知，佢有幾驚訝，佢都冇諗過迪勤懷斯可以射到啲咁嘅罰球。落後兩球之下，皇馬散晒啦，現晒形啦，前邊兩個亂咁向前逼，中間又輕鬆被打穿啦。比寧咸都攤開雙手表示不滿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嘅。轉翻中場嘅華維迪再科佬上前，更加令中場線崩潰。阿仙奴輕鬆突破，見到阿仙奴五人中場一直 overload 緊皇馬中場。史基利今場又係長期冇人防守嘅，喺禁區邊一路攞住個波都冇人理。比寧咸都一直叫，點解冇人拍嘅呢？最後前鋒美連奴突然向後現身，擺脫魯迪加嘅防守，第一時間射向死角，射成3-0。三個入球相隔不足20分鐘，第二、第三球更加不足5分鐘，足以證明皇馬係瞬間崩潰嘅。總結，雖然兩隊近期狀態唔算係最好啦，但阿仙奴今場心態遠遠比皇馬好，特別兩邊馬天尼利同埋薩卡復出，影響十分大。上條片進攻便秘都講到阿仙奴就係差兩邊可以牽制敵人嘅翼鋒。今場雖然兩邊都唔算係最好狀態啦，但係的確係有效牽制到皇馬嘅兩閘，而且皇馬都會用兩個球員去防守嘅，令到中場中路嘅 overload 優勢更加大。特別湯馬士、史基利可以非常輕鬆用到波，阿仙奴係完全掌握到比賽嘅走向。不過古圖斯實在太強啦，阿仙奴係12射11中，唔計比寧咸同埋艾拿巴嗰兩球護空門呢，古圖斯係救到6球。如果唔係有迪勤懷斯兩球神來之筆，阿仙奴都真係未必攻得入皇馬。反映功力仍然有待改進嘅。不過唔好理，總之攞住3球優勢踢次回合，專心做好防守，等反擊呢應該都 OK 嘅。而皇馬今場則延續跟佢嘅頹勢啦，表現毫無可取之處。特別麥巴比、雲尼斯奧斯嘅角色，防守嘅時候，安察洛提俾佢哋兩個喺最前邊，一來想要反擊啦，二來當然知佢哋係少回防嘅，與其擺4-5-1，
少一邊防守，不如放棄最前，直接用2條4人防線頂住啦。咁但係阿仙奴就係捉住呢一點，不斷進攻，喺中路成功 overload， 放大佢哋嘅弱點。咁啱啱都講過啦，麥巴比、雲雷斯奧斯唔防守唔係問題嘅，但係其他隊友就要有覺悟，需要更加集中、更加積極去填補。可惜今場係完全見唔到嘅。咁當然皇馬中後場天殘地缺都有不少影響啦。咁特別右閘位卡華積嘅受傷，一直未有適合替代人選，都講緊成季噶啦。華維迪客串右閘，浪費咗佢喺中場嘅能力。奧阿文尼停賽啦，斯巴魯斯受傷啦，更令中場人腳捉襟見肘。39歲嘅摩迪仲要打正選，面對阿仙奴中場嘅 overload 呢，真係有心無力嘅。不過皇馬經常可以喺被睇低一線之下成功反擊嘅，咁仲要唔止一次啦。皇馬喺歐聯真係有不死嘅 DNA， 咁理性分析都出過幾條片講噶啦。雖然人腳同以前都有啲唔同啦，咁但係都唔係冇呢個可能性嘅。阿仙奴作客皇馬3球都未必100% 穩陣，咁啱啱嘅維拉對 PSG 呢，就係例子啦，唔係冇機會嘅真係。咁好啦，咁呢條片講住咁多先，剛剛好趕得切開波之前出到。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再睇次回合嘅時候會更加投入啦。好，咁下條片應該就係呢場嘅次回合啦，或者有時間就做埋 PSG 啦。咁最後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能力許可嘅話呢，歡迎加入會員或者喺下邊用 Super Fans 留言，繼續支持理性分析，繼續走落去。OK，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